各位大佬，喺近呢幾個賽季，法師射手打輔助，相信大家都知道，已經唔係咩新鮮蘿蔔皮啦。但阿趙雲打邊路，大家點睇啊？有冇得諗？嗱，我個人認為呢係冇得諗㗎，因為我之前都有移過幾鋪，整體嚟講可以話係冇咩睇頭。我唔知邊條友係咪食飽冇嘢做，專研究出嚟啲咁嘅無謂嘢，一係就係研究嗰啲法師射手打輔助呢種反人類嘅打法。呢個遊戲就係俾佢哋呢班契弟搞到烏煙瘴氣啊！依家。我記得偉大嘅西班牙哲學家阿拉夫莫拉達尼塔斯坦羅米迪斯基話過，專業嘅嘢應該交俾專業嘅人去做。你冇睇咗2個視頻又發後發彈走咗去跟住人哋搞啦，要親㗎大佬。你趙雲打下嘢就話得啫，你識鬼打邊爐啊？唔係話我吹水強睇你唔起，講邊個都識，係公係乸出嚟練過咪知咯。既然嚟得對空路，我希望你可以尊重下呢個工位，唔好成日諗住匿喺個塔大舊斜偷生，凌空鬼仔跳一閃過嚟，係咁以嚇嚇佢。雖然我咁閪心硬，就擺出一副對佢呢個人頭勢在必得嘅態度，但我由佢嘅眼神可以睇得出，佢似乎對我所做嘅一切有所懷疑。既然係咁，講多無謂，我哋一於破釜沉舟，等神落去劫。掉矛，我撲你嘅臭雞軍嘅事。問你死未？再嚟，啱先少少失誤下，可能係有啲緊張。做開嘢，凌空鬼仔跳，做到空大。不過未使驚住，盡管我出水強從表面上嚟睇，全身上下都係破綻，但只要我仲可以吹水，照樣可以用最普通嘅操作打出千軍萬馬嘅氣勢。嗱，我噏咗咁多，你究竟打定唔打㗎？唔敢打嘅話就冇嘥我嘅口水咯喎！講到我喉嚨都乾晒啦，你係要匿喺個塔底嗰度閃嚟閃去，咁怕死，唔好學人品對抗奴啦！係咯，咁先似樣㗎嘛！作為一個專業嘅對抗奴，係寧願俾人打死，都唔可以俾人睇死㗎，知冇？而家我撲你嘅臭街啊！撳咗個閃出嚟添。其實係我特登造成一個失誤嘅局面，主要嘅目的就係等佢可以放鬆警惕。嗱，你中計啦！今次睇你走得去邊，攞你命！3000。兄弟唔使驚，我嚟啦！佢插翼都能飛啊！凌空鬼就唔係，等陣，喂。